法拉同呢位太子爺薛世恒嘅婚姻，初初就好似灰姑娘呢個童話故事，有公主、王子同皇宮。佢哋兩個07年認識之後秘密結婚，可惜13年就離婚，成段關係只係維持咗7年。原本以為陳法拉會喺上市公司太子爺手持5億物業嘅薛世恒入邊分到可觀嘅贍養費，點知最後都只係分到千幾萬。離婚之後嘅陳法拉自食其力，去咗紐約茱莉亞學院修讀4年嘅戲劇碩士課程，重新生活。雖然有積蓄同前夫俾嘅錢，但讀4年書又要供養父母，仲要花錢去保養結婚時用76萬美金買嘅美國亞特蘭大市郊嘅4萬尺莊園，支出都唔少。雖然唔捨得，但陳法拉為咗減輕開支，都忍痛賣出大宅套現。好彩今年暑假男神黃子華揾咗佢演舞台劇前度，一做24場即刻揾袋大約480萬。日前陳法拉已經返咗香港默默彩排，對於只係分咗千幾萬俾法拉，薛世恒就話唔想回應影響到其他人。至於法拉就到截稿都仲未有回覆。